美丽太普是歡迎解喎嘅本年測題過後，太普持久非成員同省人嘅民眾，因為高一拜本警方局走，因為美麗縣政府認定持久非啲草案部啲特別棚嘅激見前瞻嘅公有體，故所通言呢警察將民眾局走，過程當中有動到動激烈嘅場面，唔但止有學生嘅受傷，還有省人嘅民眾因為踢激痛昏厥咧。還我家園，還我家園，強拆暴政，強拆暴政，還我家園，還我家園。就在太普市府嘅屋嘅本人拆題嘅安布頭，差唔多20名沈陽嘅民眾，還有持久非嘅成員，在中央房嘅顯體搭起棚嘅繼續束縛加熱。不過苗栗縣政府因為棚嘅差唔多也共有體，19號嘅當中1點左右，調派了8個名嘅警察咧，再一擺對民眾來進行局走嘅通知。我們今天是執行正常的統包工程的施工障礙的排除，因為他們佔領了我們施工範圍，所以我們要進行相關的一些排除作業。看到太平嘅警察嚟挖群，已經無理嘅中央房嘅社會主義彭秀春，因為唔係心中當天嘅心情，當場對等警察嚟表態不滿。你看看我的衣服，我的所有的東西都不見了。你們看看這個國家是有病的嗎？這些省人嘅民眾怎樣嘅團結，咩比唔過印度嘅警察咧？可能有民眾本警察咧一隻一隻嘅塗上金披擦，現場省人嘅民眾因為唔係太上起來，一彭秀春嘅太嘅拉嘅張言後，就當太上嘅來表態，要求保留前後嘅2.3坪嘅土地。國家0.3坪要在哪裡呀？你們誰出來說啊？採訪權是在。在接待下拆題屋嘅以後，苗栗縣政府再派拆題臨時嘅棚嘅，同時留天嚟當局嘅專業嘅水塞全部變態，再鋪上一封膜內，打算本人原本嘅中央方便查討，本持久非冇辦法繼續留到亞位，而持久非嘅成員就表示將會經過討論以後，會有進一步嘅做法，不過絕對唔會表示束縛自家嘅家人。客家新聞總司面苗栗報道。